怕强，强中有乐；不怕苦，苦尽甘来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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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命。有钱人咧大个所在哦，无共款就是无共款。妹，无啊，你不是来要创啥？是谁请你入来哈？红官讲白目白啦，无人请家己来啦。啊，你这间厝的当娘啊，我想你，我要来就来啊，就搁人请。好啊，你紧出去啦！啊，若无哦，等提醒倒来看就是安那啦。哎呦，放心啦，当我拄仔要来的时阵哦，你咧大拄仔拄哪出去啦？我看会出去，我毋哪冤入来，免惊啦。咱这间厝遮大间吼，拄仔剩咱两个啦。啊，加是加迄个使用人尔。啊，讲迄个使用人吼，我阿姨啊，真无那个信道。好啊，你莫讲着伊啦，讲着伊我就规巴肚火。安怎讲？早伊哦，一工甲毋甲我作对啦，嘿，你提醒面头前讲哦，啊，什物我欺负伊啦，伊要死头路啦，等伊要死怎会去死啊？规日也无甲我看在眼内啊。心肝，安尼上好啦。啊，规矩吼，我互你做使用人啦。啊，你若要食啥个哦，我就该煮啥互你食。啊，你咧困吼，拢会惊寒。我暗时吼会甲你温被。吼，啊，你若要身躯吼，我就该老烧水，洗到互你哦皮肤水水水。你要第三回哦，我拢三回互你，安尼好无？哎呦，好啊啦，咱你是天煞袂啦，看到你就知影无好代志，要创啥啦？无事不定三宝殿啊，迄就搁问哦。你有搁要提钱哦？So this，当然，你看，吼，你这间遮大间吼，所摆的物件吼，这古董这拢价值连城呢。凊彩客一人去饭店饭吼，要偌济就偌济啦。佮再讲吼，我少年，我阿姨也疼你啊，我照顾你啊。我即摆食老袂趁钱啊，你煞免疼我，免照顾我，哦。阿基啊，我甲你讲，当你迄天来的时阵，提醒我就有看到，你迄1万块嘛是伊摕互我的啦，伊搁甲我欠过呢，讲伊以后15000就无可能互我啦。我即摆叫伊乌打，我也无钱啊，你家己想办法啦。我家己想办法。哎，警官，这你讲的哦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哎，你想要创啥啊？重要，
我阿姨啊对古董足内行啊，你莫讲这个花间哦，设计蒙设计，价值连城咧，我起来顿点顿哦，要偌济就偌济。你甲我扛转去啊！甲孙阿姨提醒我，迄是要安怎啊？简单啊，你著讲起来无好势吼，啊许人。你这两个女婿啦！我才我刚才话你还意思啊？你是要害我好意思，是我好意思哦？你是要？你拄才毋是出去啊？哪转来？啊，那我转来去甲因叫吵着，他是安怎咧一个机会卡弄破？对，我这个提无小心弄破。恁爸母出去外口舞好？二嫂，你嘛较差不多咧，这是我的厝呢，无你出去好。杨董诶，你是大人物的董事长呢，什么大小场面你毋捌看过？要叫我出去哦，真简单啦，只要你钱若丢出来哦，我就出去啊。我半仙都袂互你。杨董，你茫颜面呢，你茫酷酷呢，你钱袂互我，只要我讲一句话，你安怎死的你都唔知啦。唔信你来试看卖啊！就我啦，我较等下来转来，伊若搁伫遮，你衫裤看看换哪好出去。提醒啊！提醒啊！提醒啊！吼！你实在是哦，安尼你欢喜啊？心肝啊，莫生气啦！啊，你若着惊到安尼啦，咱别讲，你虽然是当娘，但是你伫伊心目中哦，根本伊无甲你看在眼内啦，莫遐尔吞论伊啦。我甘愿吞论伊啦，我愿跟你一世人，我看袂起啦！哼！来这间厝，搁那垃圾总比我当去间厝搁较清。我看真正要安尼过一世啦。不管你干嘛，你这世人是不是后壁拢无写你老爸的名是无？好啊好啊，我知我是私生子，无想你一遍搁一遍来提醒我，我无想要变成你义勇大门的赵家。敢讲你真正我要我这个做老爸一摆机会来补偿对你的亏欠？你讲我亏欠啊？我昨暝听到这条日，我就更加讨厌你，更加我为你，更加无想要看到你。老爸，做人的老爸，都是爱照顾家己的后生。你无照顾我，无打击，你想到点都要害我。啥？你讲啥？我母为即马开始，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要对着你。从细汉都无一项物件，是我完全属于我的，和我老爸嘛同款，所以我无希望有任何人过来抢我的物件。我是人，不是一项物件，请你以后唔通把我当作是你的物件。是安怎别人有的，我拢无。亲情、爱情，这一切甲我拢无抵代。大人即马是安怎？啊，讲一声啦！啊，就算讲我毋是个亲生老母，我嘛是会烦恼啊。敢若连一通电话都毋免敲心。咱就穿啊跋到安尼，一定都要住病院啦。我看我来煮一寡物件，传一寡衫来互替换。
大白年，什么物件拢无嘛袂用的。玉清啊，你即摆有较好无？你是下到遐啦？你老母咧甲你问话，你袂晓应哦。好啊啦，文昌，这是病院呢，莫大声啦。啊，一个好好人出去啦，啊，煞跋到咧倒转来，你头壳内是咧想啥啦？好啊啦。阿爸、阿母，迄段鱼手续已经办好啊，啊，就请互恁照顾者，我来买物件互恁食。玉清啊，唔免啦，啊，我伫遮做工课啊，我来灶骹找欧巴桑讲一下吼，叫加煮淡薄就好啊啦，吼。阿姊，我受伤的代志，你莫讲合美官姐也知。小怎莫讲？你惊美官替你烦恼？你即摆心肝内，敢若美官一个人尔啦。你莫袂记咧，你还阁有两个阿母咧替你烦恼啦，你敢替伊想过？你啥要甲我甲美官的代志讲阿母知？安尼阿母敢袂更较烦恼？玉清啊，无人将你的代志甲阿母讲啊。安尼阿母谁会知影？谁讲的吼，拢无重要啦。一个是生你的阿母，一个是你10几年的阿母，因两个人为着你，差点仔就起冲突，你敢无看的？对啦对啦对啦，拢是我唔对，安尼唔就好啊？玉清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大家拢甲你靠劝，你拢唔听，啊，阮到底安怎做，你才会欢喜啦？看你海角天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意。你拢食饱啊？是啦，啊，我著伫遮摒扫啊，啊，病院内底的人哦，我嘛较熟，啊，就请欧巴桑哦加煮淡薄啊，啊，因即摆拢食饱，得休困啦。家长也较好无？拄则医生哦，甲伊注射，有较好啊啦。啊，头家娘啊，你若入去啊？唔免啦，等伊着食饱，我来转啦。啊对啦，玉清爱带伊，我较早衫裤要互退用我啦，啊，再麻烦你。头家娘，我知影你足关心玉清的，啊，伊就入去吼，甲伊看一下啦。有啥物好看啦？我已经看10几年啊，啊，甲恁这啊规家伙拢伫咧，我伫遮是算啥？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嘛是玉清的阿母啊。徐太太，有时阵我真怨叹你，是安怎这10几年来，你拢无要出现，偏偏在这时阵，你才要倒转来。咱爸爸拢是查某人，是安怎咱两个运命，哪会差甲遐尔济着？你少年的时阵，是饲家小奶奶，你有疼痛你的翁，啊，甲两个这么古锥的囡仔，我咧，阿管咱因老爸是互阮招的，30几岁就来过身啊。即摆剩我甲阿管啊，两个人孤孤单单。你有共款？你死去的翁，即摆佫倒转来，失散的囡仔，即摆又佫找着。我相信恁真紧，对咱建立家庭。啊啦，我咧。就算讲生100年倒转来，依然共款剩我甲阿管咱两个人孤孤单单。头家娘，你对阮饲家的温情，我一世人拢会记得。会记得有啥物路用？会记得对我有啥物好处？我真想袂晓，我顶世人毋知欠恁饲家啥物物件。我请养你两个囡仔，啊，佮照顾你的翁婿，辛辛苦苦10几年，安尼佫无够。
连我唯一的查某囝，都爱替你的后事去坐驾。我实在想袂通，天公伯安尼要安尼甲我折磨。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回答你。头家娘，你甲我讲，我爱安怎做，才会当弥补你？那假使讲，我希望玉珍甲玉清会当留到我的身边，你敢会答应？我拄着因的时阵，一个8岁，一个6岁，今嘛这尔大汉了，这10几年来的感情，我敢放会落去？拄着你的翁婿的时阵。伊是强强要咬死，身躯为佫带病的。假使若毋是我甲收留，我看即马也无伫这世间啦。齐太太，我今日甲讲这话，并不是要爱你可怜我，我只是要甲你讲一个做老母的心情。我知你唔甘啦，就参入美馆啊去坐驾，我嘛足唔甘。我会当牺牲我的查某囝，换准是你，你敢做会到？我会当忍受一个人请养3个囡仔，10几年，换准是你。你敢做会到？你即马倒转来，就要甲因带走。换准你是我，你敢会堪你？你讲都无唔对，我实在足感谢你所付出的一切，我拢做袂到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唔才一直唔敢答应甲伊团圆。你放心，我要甲因带走。你才是伊的后母，真真正正的后母。原谅阿母，我无资格做恁的阿母，我真正无资格做恁的。我厉害甲阿天。生命提出信心的力量。张医师，歹势哦，你有看到阮阿母无？就是伫迄只摒扫黑板上。哦，敢若伫伊房间呢。啊，请问伊房间伫倒位？你对遮吼，倒弯直直行上尾一间就是啊。多谢你。嘿。阿母，叫亲精神啊？也袂啊。
母，你即摆有住伫遮？是啊，足乱的，我拢无整理啦。遮尔啊细间，是要安怎住啦？我一个人尔吼，有所在通困就好啊。我是来遮食头路的，也毋是来遮享受的啦。阿母，你莫做啊啦，等玉清出院，你敢搬倒斗阵大好无？母，我不会回去，我不会回去。